来关心国际消息，以色列甲哈马斯相战拍要1年啊，还未收煞。真侪国家的人民抗议示威，反对加沙战争。伫咧意大利，因为禁止街头抗议，警察和百姓起冲突。那英国支持以色列的民众和支持巴勒斯坦的民众伫街头相对架。 处理甲苏迪街路炸开，国外之前向示威民众喷气，以色列甲哈马斯冲突都要满一档。全球各国有真侪抗议人士行上街路，要求结束加沙走廊的冲突。意大利首都罗马当地初五，将近60名的抗议人士，不管当局的禁令，在市区抗议游行，爆发甲警察的衝突，正做暴力事件。 Siamo venuti qui per dire no alla guerra, per dire no al genocidio in Gaza, al Libano, al Yemen. Basta guerra, basta appoggio dello Stato italiano e poi il divieto delle manifestazioni pure, il nostro diritto di esprimere. 同款的抗议活动嘛，伫英国首都伦敦发生，支持巴勒斯坦的民众在街路诉求停战，却拄到支持以色列的团体举以色列国旗，双方一度对峙，在警方的隔离之下，才无爆发肢体冲突。 Israel has every right to defend itself, and we should be supporting Israel more. Stop arms for Israel, stop the genocide, stop the apartheid, to stop the war, stop killing people. 除了意大利甲英国、德国首都毗邻的抗议活动，有差不多1000人参加。民众举巴勒斯坦的国旗，讲这是种族灭绝的元年。西班牙首都马德里有数千人上街路示威，讲以色列是杀手，欧洲是赞助的人。包括美国甲智利这些国家的城市街路，嘛拢有民众抗议，诉求停止以家冲突。除了小停巴勒斯坦的民众抗议游行，各个这周末嘛有部分地区会出现一寡小停以色列的活动。国际新闻台是同朋友。